北区呢，目前是全台南市密度最高的，目前50座的邻里公园里面就有建置了15座的特色游戏场，所以我们打造的是分不同年龄层，来让我们北区的小孩子到各种的游戏场来做体验，所以我们把它定位为北区就是孩子的游戏场。为什么呢？因为密度是全市之冠。我们华德社区一共有6座公园加一个棒球场，那这是其中的一块，是最小的一个公园。居民每天都来这里跑步啦、运动啦，然后就是我发现的器材有一点比较少，那么于是我们就创立了这个南百的渔网，它是想说要以前纪念渔翁，代表着是说他们会怀念以前抓鱼的时候。下课的时候或者刚好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或者下课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运动，然后多攀爬，做不同样的伸展运动，这样子对他们的整个感觉统合或者大肢体的活动运动，其实对孩子来讲都很大的帮助。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华德公园是北区目前为止50个邻里公园中间的一个。那陆陆续续公所已经在许多邻里公园争取到中央的补助，加上地方的配合款，来做出一些特色游具，然后把一些邻里公园优化成为特色公园。而且不仅是如此，也有鉴于有一些特色公园原先做的譬如说缺乏遮阳设施或者缺乏一些安全设施，我们都加以优化、加以安全化，让这个特色公园不管是有太阳的时候或者没有太阳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而不是大家只能说平常阴天可以用，那出大太阳的话就不能用。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特色游具可以变成全龄化、全时化，让大家都可以来。那未来呢，我们将这些特色公园也可以加以，譬如说夜间的照明或者是安全设施监视器把它做好，那让家长在下班的时候5、6点、6、7点，甚至7、8点的时候，还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特色公园玩，让特色公园发挥更大的功能。另外是讲过，欢收看7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随着科技的进步 ，AI 人工智慧已经成为咱日常学习的一部分。所以，中嘉宽屏3冠王双主车在今年新时代主播夏令营，除了让学生人脉媒体训练独立的思考以外，就是要教因自细汉就会晓运用 AI， 同时建立完整的媒体素养甲自信表达能力。应对头一天，大家拢收获满满。中嘉宽屏3冠王双主车2025新时代主播夏令营，今年邀请到这位专业的师资人手来授课。第一天的课程，有南台科技大学的助理教授黄琼怡，教导小朋友结合 AI， 加着 ORID 的提问方式，熟悉 AI， 并且创作歌曲。现在在新媒体时代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面临到要 AI 的一些人工智慧来协助我们，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生活上，甚至现在连主播都可以运用 AI 来帮我们完成很多事前的工作，还有事后的宣传可以让我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 AI 可能给我们的一些答案，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还没有经过查证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教小朋友可以透过自己用理解、诠释、观察还有发问的方式，让 AI 跟生活里面可以有更多的互动，还有达到更好的效果。另外，有电台节目的主持人苏芳云引导小朋友透过声音的艺术表达情感和创意。新时代主播夏令营，那么这一堂课呢，我们是以声音怎么样来变魔法为主，就是要教导小朋友怎么样来运用声音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把你的声音灵活运用，让它有更多的生命力。你在所谓世界面对各界的诱惑，如何协助囡仔发掘家己的情绪，强化心理的韧性？主办单位还佫邀请了新妇身心健康关怀协会的讲师阮启宝，导入社会情绪的学习课程。
现在小朋友他面对了一些外界的诱惑，还有学业课程压力也很大，那经常他们在情绪上面就波动比较大一点，所以我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课程呢，能够让他们能够学习一些情绪管理然后怎么样去当情绪来了，怎么样去疏导自己的情绪，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面对媒体的一些诱惑，譬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游戏啊，上网游戏啊，那游戏也不是说不好，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当然是需要挑选一下。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自我管理跟克制？那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在那个社会情绪学习方面，这都比较重要的。最后还有创意摄影课程，邀请到巨汉摄影总监郭崇南，教导创意的摄影，甲着画面的构图，打开小朋友的视觉讲故事的能力。今天主要就是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会教小朋友用光来做画画，对，让他们了解说把时间拉长呢，这个时候可以记录用光的轨迹，然后画画做出有创意的一个画面，然后再结合闪光灯的操作，对，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去创作。主办单位中嘉宽屏三观农乡畜产的总经理陈建春表示，新时代主播夏令营的活动，唔单是一场夏令营，更加是一场媒体素养甲着未来能力的培训课程，让所有参与的学生拢收获满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丰泰国市府加速推动各项复原工作，21号市府都来向大众说明后续对灾后补助进度，嘛特别感谢各界齐心协助救灾。针对台南市各项灾后复原工作进度，民政局表示，19日到20日，丹那市防灾复原人力资源总共有22个户政事务所、区公所，以及274个跨局处投入。2天内底累计服务件数达到8480件。市长这个希望我们可以便民、迅速、贴心的这个服务的精神来为大家服务。那在整个服务的部分，在这个受理跟件数的部分，7月19号跟20号这2天，总共是完成了8480件这个咨询的服务，包括了相关的农损安迁救助啊，还有相关污损的补助。那在这个实际受理方面有达到这个3939件。这次洪灾造成咱市超过26000丛的路树倒落，早至20日已经投入890人次，甲2573车厝，其中已经有超过25000丛的路树已经清理完成。灾情的总数树木倒大概是26852件，那目前修复的进度公园的部分大概修复大概80%然后行道树的部分是修复98%。那目前处理的总进度是93.3%预计这个礼拜可以把它处理完毕为加速市容复原，环保局每天调派各个清洁队，积极清除树枝、落叶以及大型的废弃物等。早至7月20日，累计出动14125人次，机具是2227台，清理粪扫量大约是13400吨，将近是咱市7个月粪扫量。这几天总共清了13400公吨的这个大型垃圾已经快到达7个月的量了所以这些大型垃圾其实它在清运的过程都很需要机具的资源，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感谢高雄市跟屏东还有彰化的资源，那这个礼拜又持续有新北跟桃园环保局的这个进驻跟机具的这个资源，那我们再次感谢这些县市的一个情谊对着部分地区手机以及网络讯号无稳的问题，市府已经责成交通局设立专招窗口，民众会当向区公所汇报，由区公所汇整了后转由交通局，再由市府协调中央单位尽速改善。如果有百姓针对他的一个讯号的部分是不良的，他可以就近的跟区公所那边来回报，由区公所汇整完之后呢，是整个再汇报到我们的交通局这边来，由我们这边来跟中央机关这边来做一个沟通跟协调，那务必让我们的灾民能够赶快有一些讯号。在这次灾后复原工作当中，台南市政府非常感谢全国各地志工团体以及个人踊跃投入协助灾后复原。为保障志工朋友安全，台南市社会局为参与救灾志工统一投保。若是也未向市府登记的志工，也请尽速到就近服务站报到，或者是到社会局网站提供基本资讯，完成保险的作业，让每一位清楚完整的朋友，拢会当得到充分的保障。台南新闻周世伟采访报道。
这摆风台和台南受创严重，真侪所在拢需要人力、物资甲经费来重建。对此，台南市会特发起议员捐款行动，除了40多位议员看党派响应，另外有双咨询公司嘛捐100万小厅，希望共同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根据统计，台南市风台全台灾损高达27亿8千万，其中以台南市受灾尚为严重，灾损金额高达10亿，并有超过1万户房屋受损。加上财产的损失，灾民是苦不堪言，正需要各项资源挹注。车辆泡水跟外力毁损就是被树木砸到的车子等等，这些都有毁损的慰问金。那我们是目标是现在是匡列8600多万了哈。那住屋毁损的慰助金在善款里面先匡1亿多哈。那希望都我想一定是不足以支应哈，所以我们谢谢议会发起的这个募款，也希望所有各界能够对于台南这一次真的是37年以来没有看过的洪台哈。16级阵风在七股外海盘旋44个多小时，所以我们的受灾情况比嘉义来得更为严重。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为此，台南市发起议员捐款行动，有40多位跨党派议员响应，总共募得62万4千多块，协助灾民重建家园。台南市议会呢，我们共同来这个抛砖引玉我们这些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能够让大家多来帮忙，我们一起携手来协助我们灾区的重建。真有钱要帮补啦所以我还是认为大家咱伫咱原始的台南市，这是讲较无伫阮重灾区后帮补，会当甲阮那边倒我手现在重建最重要就是要人力，要有这些材料。但是这个虽然说市场法则，现在可能欠工的关系，可能较贵，是不是当去甲劳工局透过这个工会等等去协调一下，是不是大家卖先暂时卖起价，这材料的部分是不是当请经发局甲这个厂商这边联络，您供货这边稍微的。开放正常啊！这一次我们也非常感谢议长，召开这个记者会。那其实它是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那后面呢，我们也希望各界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起来协助这个灾后漫长的重建的旅程。然后这个其实需要大家的加入。除了议员捐钱支持重建工作，有松捷运股份有限公司区董事长分别以公司以及家人的名义，总共捐出100万。协助台南的重建工作，台南市议会热情邀请有议员捐款协助重建的朋友，会当捐到台南市社会局设立的专户，注明是台南市风台灾害捐款使用。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根据统计，这摆风灾造成台南有超过1000户的厝顶严重受损，需要整修。不过，竟然传出下届受灾户单身，在支付一位自称钢铁行的头家19万的费用以后，开工迄天头家人的消息联络未到以后，才发现是诈骗。对此嘛，互市府谴责，真正是恶质，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台南市风台，一个人徛在厝顶，拢防线歹去，只会当暂时用布棚盖掉的。落雨也会漏水，加上灾区欠工欠料，短时间内底歹修理。要么过下甲区有单性受灾户，伫网络顶找业者修缮厝顶的时阵，竟然被骗走19万。本分局18日接获民众报案，疑似遭工程诈骗案，民众居家屋顶因风灾受损。犯嫌索取高额工程款项后，却失去联系。大家在抢救相关的一个灾难的情况之下，那请这些宵小们不要利用这个时间来增加我们整个灾害复原、灾害互救的一个难度。下甲警察分局组成专案小组侦办，19号暗时伫屏东掠到31岁的酒刑犯嫌。台南市政府记者会时阵，嘛强烈批评，报告单身受灾户哄骗加心惊惊，要甲另外一间修缮团队签约的时阵，也阁唔敢付定金。那个合约是真的很详细很详尽，那就是重点重点大概信任度不够，我嘛惊，因为我叫骗20
叫对方骗200，我嘛惊啊！伊即摆就坚持讲，要先跟我收10万块钱。外口不时也搁伫落雨，布棚顶悬拢是积水，漏水也搁要摕水桶来接，扫水扫袂离。即马陈先生上关心的是防骗的钱，敢袂当摕回来，互家己的厝赶紧装修好势。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伫遮，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面对这摆风台，台南伫灾后抢救甲环境清理的同时，已经率先其他受灾县市受理受灾户的慰助金申请。对咸水公所为例，对顶礼拜开始就客满灾户的申请人条，对处市长黄伟哲嘛真拢关心。农历6月24，关圣帝君圣诞，咸水武庙举办了祝寿大典，市长委托教场担任正献官，祈求市民平安，特别是灾后重建顺利，早日恢复安定的生活。随后嘛来关心协助救灾国军兄弟，因为到目前济灾区厝顶破损，也需要帮补，所以当看见国军士兵这菜一块一块，要赶紧送到灾民手中，互因安心。面对这摆风台侵袭，台南真济区域拢受灾严重。伫灾后抢救甲环境清理的同时，台南已经率先其他受灾县市受理客家设施毁损的慰助金申请。以咸水公所为例，目前嘛进驻真济职工以及其他公所来到协助，希望尽速将慰助金直接汇入灾民的小户。处理后海气。包括这个厝尾挂厝尾顶、厝尾挂海气这个叫风这个更气还是讲这个门窗海气，拢会当来申报申报了根据中央甲地方的这个办法来进行来这个慰助金来发你慰助金，直接汇入你的口座这台南市会使讲全台湾即马。反应上紧的，咱早上就开始受理啊。虽然风灾严重，不过嘛团结了社会温暖甲各界资源力量，政府甲民间齐心，要赶紧互灾区重建家园。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迎接父亲节，为了向伟大爸爸表达敬意，同时向牵手行过一甲子的选结婚夫妻献上祝福。台南市南区区公所19号提前举办盛大表演活动，会中慈历时尚美学管理协会嘛做感心，连续第5档动员专业的美容师来替模范父亲进行科技美容甲镜架头的放松。场面温馨热烈，由大城幼儿园高追的小朋友来举飞机，传领114年台南市南区模范父亲甲选结婚夫妻进场，接受众人的祝福，嘛共同见证因为家庭的付出甲爱情的力量。南区区公所今年由理办公处甲社区发展协会所推荐的12位模范父亲，有中南里高龄90岁陈灿宏。嘛有进一步核选市府金砖爸爸的郭进平顶人，拢一一由区长肖秀华代表市长致敬编纳，也有各界企业的好礼相送，恭喜声不断。模范父亲，掌声恭喜！今年表扬有12位爸爸模范父亲，那最高龄的是我们彰南里高达90岁的爸爸。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父爱如山，父亲是家里最大的一个支柱。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扬活动，来彰显父亲的一个伟大。会中另外一个焦点，就是今年替选结婚夫妻打扮高中婚纱，除了替因少年时无多穿婚纱愿望，嘛要见证因牵手行过一甲子斗阵的闭关。平常相处都很好啦。互相包容，互相沟通啦。
公所今年一度的模范父亲甲选结婚表扬，嘛因为有企业的小厅，互因愈办愈闹得祝福满满。其中，是历史上美学管理协会的连续第5档动员专业的美容师来替爸爸化妆，透过上新的科技美容，互因改头换面，更较缘投，嘛用电波负压仪器替电酷酷的金甲头掠零，互欢喜接受表扬的同时，也有化妆甲疏解压力相同的享受。心情非常的愉快，真的很高兴。我很久没有被化妆了，今天化妆好像比较帅一点。人生第一次体验这个化妆的乐趣，希望祖孙快快乐乐长大。想说做一些关怀社会的部分，所以我们的带领我们协会的师资团队帮妈妈他们化妆，也帮爸爸他们也做一些保养，然后呢水当当的上台做一些表扬，然后我们在那个礼物上呢，我们特别规划的一些保健跟一些保养的一个礼盒，也回馈于那个辛苦的爸爸。以往可能对于婚纱这个部分呢，比较少提供可以穿的机会哈。那我们也透过这样子一个表扬活动，我们结合包括我们的静心，包括我们的一些美学相关的一个资源来整合，让我们的钻石婚的夫妻们能够重现过去以往的一个风采。透过众人欢喜的祝福声中，南区一年一度的模范父亲甲选结婚表扬，除了献上敬意，嘛希望互爱甲感恩代代延续。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为了互车公民众带来祝福甲安定的力量，安平开台天后宫特别关键向前守护甲平安的检赛，互安平户政事务所21号正式伫户所1楼举办检赛甲牌仪式，嘛互文化进入公共空间。风车着咱检赛大神苏港灵府检赛牌新兵，安平道单道长信中的依照检赛鼓励点睛，互检赛灵气加守护能量。由安平开台天后宫所关正的安平户所检赛，21号正式揭牌亮相，造型顶悬象征户政机关伫民众生活当中的关键角色甲服务精神。右手拿印章表示勇于负责勇于认识左手拿身份证就是这 pass 就是讲咱的民众安尼会当出去平安。检赛以绿色、柑仔色、蓝色做主要色水，分别展现生机甲平安、温暖甲活力、安定甲和平，互用检赛作为户所守护神的角色。互人非常安心。这真的很特殊，我嘛感谢讲这就是咱的迄个政府机关来咧关心咱地方的。这不是讲甲你辟邪、甲你祝福以外，就是讲咱学习到迄个真上适的这个慈悲为怀、为民服务的这个精神。检赛守护的唔那是建筑空间，更象征对每一位车公市民的关怀甲祝福。市府持续推展文化进入公共空间政策，希望行政场所唔那是办公的所在，嘛会当展现在地文化特色。台南新闻采访报道。为了让体操运动在台湾更加普遍并进军国际舞台，有一群热爱体操的资深教练甲业者所创立的反体操公司，以及台湾体操协会，20号联合举行揭牌典礼，希望共同打造结合教育、运动甲艺术的全民体操基地。来自日本称为 Flight 的这一项有氧运动，虽然动作看似简单，不过却考验选手的体力、高度的协调和同步的默契。在引进台湾以后，今年8月就将有市长杯竞赛。为了推广类似的体操运动在台湾更加普及，有一群热爱体操的教练结合业者，共同打造这个舒适安全的空间。从1岁10个月开始到成人，不分年龄都有个别化的训练课程，同时也规划亲子共学，让孩子在家长陪伴快乐学习，甚至用体操进军国际舞台的梦想。觉得我现在对我自己比较有自信，然后抗压性也变得比较好，
因为也有时候会去比赛啊，会去表演啊。以前我可能就是不会想要去表演，但是现在我反而就是会想要让自己有多一点的表现。我们的目标一起向全运会前进，目标也是朝着国际的舞台去展现自己，然后能拿到为了国家拿到一些奖牌，或者是拿到一些荣誉回来。这个结合教育、运动和艺术的全新基地，同时也是设立台湾体操协会的所在地，要推广体操运动全民化为目标。20号在各界贵宾见证正式揭牌。揭牌！让我们热烈的掌声祝贺台湾体操协会与班体操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开启荣耀新页。从小学习翻滚，对整个身体的本能是一个去回忆，去把它记忆住所以是对整个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肢体运动。讲到体操运动的热忱和付出，不得不说到从议员就担任台南市体操委员会主委至今的陈宗彦，他同时也栽培自己女儿拿下全运会韵律体操银牌和全中运金牌，所以不遗余力发起筹设这个平台，也让体育总会理事长相当感佩。那么在这个所在，伊即马这个环境非常的好。那么，因为主要伊对体操嘛非常的热心，多年来的付出，咱大家拢有看到。所以讲咧，伊来伫遮成立这个馆主要嘛是要训练咱遮基层，为小朋友、甲大朋友，通通拢来遮训练。这是体操，对咱是一个足好的一个运动。我们希望未来台湾体操协会可以为台湾体操走入国际，办理国际赛事，让台湾体操的发展会更好。联合揭牌仪式也象征体操运动从地方扎根到全国性发展，开创了新纪元的历史时刻。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感谢收看7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吉，咱再会。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
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